包括話呢個樓好平啊，35萬就可以買一套30平方嘅豪華裝修嘅公寓，仲有收樓之後呢，就可以呢個酒店管理包租，1年俾翻3.6萬租金俾你。盧女士話：今年年初中介以低價誘導佢買樓，喺中介嘅一番轟炸之下，佢交咗10萬蚊嘅定金，一次過買咗3套屋。不過定金俾咗，中介嘅口風就變咗啦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呢個樓盤呢，冇預售許可證，亦都冇產權，我哋只有使用權啊！我哋係賣使用權俾你，但係咧，就算係賣使用權俾你呢，我哋都簽唔到呢個買賣合同嘅。我哋只能夠簽個租賃合同。盧女士非常嬲，要求退款。經過一番溝通之後，對方答應退3套買1套。盧女士又跌入咗另一個圈套裏邊，就話俾我聽，嗱，你呢3套退呢就要走流程嘅。咁之後咧，佢話你重新我哋俾1套你，咁你1套呢，你又要落訂金嘅喎，因為原先嗰套要走流程啊嘛。我聽聲好似又有道理噃，咁就簽咗啦㗎。咁就又簽咗1套，就夾埋就變咗簽咗4套啦。同所有合同佢都唔肯俾我嘅。咁之但翻到去就越諗越傻㗎啦。我租屋最多俾2藝1常嘅啫㗎。盧女士話：嗰位中介已經失聯。你賣公約就寫為就賣公約，你而家全部寫就係售樓、賣樓、賣產權，就唔係賣長租權。記者嚟到咗樓盤嘅售樓中心去了解情況。喺售樓中心比較顯眼嘅幾個位置擺放咗宣傳板，上邊都係銷售廣告。樓盤負責人話：居委會同派出所已經進行調解。這個錢我幫你退，我還是跟公司申請嘛。我又不是私對私，如果你轉給我的話，我馬上把錢退給你就行了。目前盧女士嘅定金已經退翻咗啦。廣州電視記者黃珊珊嘅報道。